逢是从淘宝来的东西都有限公司啦，对不对？逢是中国出产的啊，首饰啊、家电啊，那些都是有限公司的嘛，都给你用1-2年了嘛，你还可以用2个月才脱色，你就偷笑我了，对吧？用2个月才脱色，偷笑我喽！阿弥陀佛喽！哎呀，真的是每天讲人家讲呀，骂你的真，现在还呼吁人家不要买那种什么翡翠啦，什么龙蛇，什么我不懂什麼龍蛇珠啊，什麼蛇菇草啦，屌你啊先！你嘅係真嘅，人哋係假嘅。你有頭腦，人哋冇腦嘅。全部你啱，人哋全部錯。就係你一個聰明嘅，其他嘅人全部大懶戇嚟嘅，係嘛？喺你嘅思維入邊，你係聰明嘅，其他人全部都係大懶戇。very very good 啊！曉唔曉聽講廣東話啊？記得點讚關注哦。